这个新闻要来关心失明的朋友。依照统计，全台湾差不多有46000名视障的人口。为了要好这失明的朋友生活更加利便，有民意代表争取伫台中重要交通路口，像讲五权路、中清路口呢，设有声的号志，也就是讲呢，经过这个路口的时，会咧透过这个声音的变化，了解号志是安怎变的，好这个视障朋友伫都市生活更加利便。 目睭无看朋友有边大斗3工，陪伴行过大路，若是无声音提醒，根本看袂到车阳灯，唔那危险，嘛可会发生车祸。那那个红绿灯我们也看不到，啊，你一定要有声音，我们才听得到，我们才顺着那个声音来走嘛。为着目睭无看的人生活更加便利，有边台就争取伫咧台中重要交通路口增设有声音的车阳灯。不过台中市有声音的车阳灯，大部分规划伫咧水南跟木园区，市区刚有文心路和中清路口有，对因来讲是真无利便。蜂鸣器的设置对于这些视障朋友确实有很大的帮助。根据统计，台中市视障人口超有6000多人，是6都第3名。民内呼吁市府爱增加设有声音的车阳灯，和街道导盲设施，服务障碍通行的环境会能够完善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